媒体有伫曝光去外国上班会使赚真济钱，这拢是假。即马诈骗集团嘛想出新的步数，因无用上市公司的名号，讲伫要海外要建厂需要人才，伫网络发出消息，邀请乡亲出国。全世界也就是全球反诈骗的组织表示讲，这大部分拢是假，呼吁乡亲来提高警觉，唔通互人骗去。 甲人关起来拍，甚至是乌器官。媒体新闻警察大声呼吁大家爱注意，不过诈骗集团为了继续讲骗，诈骗的手法一定换新招。有民众就普文讲，家己收到上市公司要请人消息，对方讲家己是大商公司，伫咧泰国大府因为建厂欠人，敢若惊用上市公司海外找人才。不过民众就甲伊问讲，啊无看到公司要引人去泰国。 网站也找无资料，对方说讲国外会无登记，民众阁问讲人资哪会伫咧暗时做工课咧？对方讲有绩效管理部门，民众这期毋是上班时间，哪会传电子批伫咧找人才？认为对方是诈骗集团，惊用上市公司的名号，甲人拐去泰国。对方阁即讲是网络竞争，这无找人才资料，民众感觉问题，就甲应讲会靠去公司做较真。 所谓的外派公司，它其实严格它的标准其实也蛮格的，它一定会说哦，你一定要正式提供履历啊等等啊。正规的公司他们也不太可能透过私人的联系方式，我跟你讲说哦，对，我们的公司是有这个职位在，然后我是人事部这边。正讲的上市公司讲，海外建厂找人才消息拢是假，就算有嘛拢会透过正当的网站，袂私底下找人才，嘛讲会含警政单位提告。警察嘛讲，事常用电子批通知工课，或者是因无公司的电话号码、网站找无资料，拢可能有问题。民众嘛是拢爱加共问，才袂防骗甲公司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